锦鲤游戏？对啊，这个呢就是这个营地的特色活动，选一对男女呢，分别戴上这个手环，只要能在24小时之内解开这个手环，那么就算挑战成功，我们所有的露营的费用就会全部免费，是不是很诱惑？解开？哎呀，这靠蛮力呢是解不开的，你们把手靠在一起试试啊。这个游戏的规则呢，就是你们靠得越近，时间呢就会走得越快。只要在24小时之内，你们能够解开这个呢，就算任务完成。相反呢，如果你们距离越远，超过了1米，那么这个手环就会发出哔哔哔哔的警报声，那么时间不减反增。这是什么？心率啊，心率越快呢，那时间减快的速度也就会越快哦。设计这个游戏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去准备晚上的 barbecue 了，能不能免单就要靠你们喽！加油，加油！想牵我的手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，这样表盘上的时间就能掉得快一点。那也不一定。按照表盘原理，只要2人在1米范围内做适当运动，就算是不用身体接触，也能靠增加心率来减少时间。季老师，你的意思是？跟上我，别掉队。哎，季老师，季老师，你游戏不是这么玩的，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呀？来。才过了这么一会儿，就增加了这么多了。季老师，你等一下，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什么商量？你看，也有这种姿势运动的，你们考虑一下吗？想让我背你？对。不过我是完全出于游戏的角度，不是想要接近你，你别想歪了。不会想歪的。为什么每次我们跟别人的姿势都不一样啊？为什么别人在沙滩上看夕阳，我却在做仰卧起坐？浅显，你是故意的吗？还不错，还有不到20小时，接下来再做几组运动，我们就……别碰我！你不穿鞋去哪儿？不用你管，我来海边是玩的，又不是来看人露脸的。季老师，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了，反正不用触碰也能减少时间的，咱俩还是保持基本距离吧。你生我气呢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好蠢，干嘛答应气球和你玩这个游戏？我本来以为可以和你缩短距离，结果完全就是我一厢情愿。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呢，还是理解错误？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吗？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想让你行不行？我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估计是被气疯了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不用管我了，我溺死在这里算了。我看。